园机场昨入境的人数竟然剩9000人，甲过年一天有7万人比起来，是差天甲地。连带嘛影响到桃园的这个机场的美食街，营业额剩60万。头家人是艰苦坐挂，讲趁无他付薪水。就是少蛮多的，对，应该要少大概80%左右。桃园机场美食街的业者真感叹，过去美食街拢坐甲满满，想要食一个美食的根本就无位。不过即马受到武汉肺炎疫情的影响，出国人减少，规个美食区冷清。还没有那个都是爆满，生意哦几乎你要找位置坐哦，你要等。那现在空位置这么多，没办法，大家怕了病毒啊。有观光学院教授观察指出，桃园机场入境的人数对于武汉封城前一天开始落，1月29、正月初5是最高峰，有69500人入境，了后咧就开始落啊。2月11入境落到剩31000外人次，人数是减一半，到我3月初5入境的人数只剩9174个，人数只剩最高峰时期的13.2%，连带影响桃园机场美食街的营收，即马一天的营业额只剩60万，业者感叹，连副员工的薪水拢无够。桃机产业发展协会希望会当将员缴纳各项的管理金、租金、营所税等等，会当减少冲击。交通部回应已经将机场业者纳入纾困方案，帮助业者渡过寒冬。